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号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认知。南韩调查海军号涉案，发现南韩大宇造船的前员工有涉案。韩国媒体也讲是台湾挖中国立委去检举的。前民众党桃园党部发言人马志美涉嫌替中国飞机货币受赞助参选立委，桃园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军公告退休后，今年有机会可再调整。行政院表示，推算了后，若总有确定，对今年1月7日开始，甲增加部分报道转来。国造畅水南海军号的涉入机密案件，南韩警方追查了后，发现韩国大宇造船海洋公司的前员工涉嫌甲内部技术泄露出去。韩国的防卫事业厅表示，目前是无向台湾输出相关的装备或者是记录的这个相关许可记录。南韩媒体是报道讲是台湾较挖中国迄边的立委去检举的，民进党团就点名，这个人就是国民党的马文君。大船打造头一只国造舰南海军号涉入风波一直拖，南韩警方追查台宇造船海洋公司前员工涉嫌将内部技术流出，用伫海军号顶面。韩国防卫署听讲，就无向台湾输出舰南相关的装备，也是技术的许可记录，正伫甲相关国家积极合作，防止各方科学技术流出去。韩国经济新闻进一步报道，设计图流出去是台湾亲中立委举报，民进党团点名就是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连国际的媒体都要把马文君冠上亲北京的立法委员，为什么要冠上？就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北京要的，你的所作所为就跟北京的利益是相同的。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讲，台湾甲世界各国合作发展舰南是基于私底下协议甲保密协定，各国冒着和中共经济制裁风险协助台湾，继续和亲中立委出卖是叛国行为。那个像我们没有开哦。前海军顾问技术7号提出韩国 SI 公司负责人帕克声明，强调绝对无甲韩国舰南机密资料泄露给台湾，也对台湾立委甲机密的资料交予南韩表达遗憾。我们潜舰用的装备也跟韩国没有任何一样相同的，所以我们不可能用韩国的潜舰资料、潜舰的机密设计。我们希望马文君立刻辞选。技术也质疑马文君将相关资料交予中国国台办，对此马文君回击，技术言论无值得回应，反抗舰南国造调集人黄书光加技术假造男之名，到全世界偷摕机密。民进党造舰造到偷窃他国的机密资料，这个丢脸丢到国外，要赶快查办，而且赶快危机处理，扭转国家的形象。马文君讲，南韩报道若是有影，舰南国造恐惊诚侪国际挑文，要求国防部启动危机处理，调查南方人员是不是涉案，澄清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特别选举咯，中国说是一直扰乱台湾，除了军机、军舰这空飘气球已经出现几落天，国军表示讲会严加监控。也那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瓜比测试着呼吁外界唔通干涉台湾选举，美国支持台湾民主制度。大选瓦吉啊，中国扰台动作不断。国防部7号公布查到共机8台共艦4隻，伫台海周边活动，也有一粒空飘气球飞过太极中线，向东北方飞过去。最近中国的空飘气球一直出现，甚至穿过本岛的天顶。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测试呼吁外界唔通干涉台湾的选举。We obviously support the democracy and the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of Taiwan. We continue to urge anyone outside Taiwan not to interfere in their ability to have a free, fair, democratic election. 会视目标的性质、高度、可能的危害性等等来采取适切的相对性的应处手段。对于媒体报道，中国散布假消息，甚至透过旅行甲金钱来讹说台湾官员。科比伫记者会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阵表示，虽然无法度证实这个报道，不过搁再明确的表明尊重台湾民主制度，希望台湾的民众投票的时阵会当自由选择下一任领导人。中共也会希望透过这样的行动去凸显出我们国防部可能没有的无能为力，以及去加强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感，这个都是他们在认知作战上面经常会运用的手法。学者分析，中共伫即届大选前，无互军机舰做出明显恐吓的行为，都是惊互人讲是伫施加压力，引起反效果。不过，因也是利用空飘气球，也有放假消息这方式，想要介入选举，来表现因的态度。
记者综合报道。剩8天就要来大选咯，这桃园市第1选区不党籍立委候选人马志培，互检调查出涉嫌接受中国的虚拟货币200万泰达币，也下晡桃园地方法院依照涉嫌违反反渗透法裁定羁押禁见。马志培是民众党员，因为背景有记录，无互民众党提名参选。不过2天前呢，则含这郭文德做伙翕相参香拜票，也引起大家关注。好，来，我们的候选人太多要放给你的。2天前，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德去桃园第1选区拼选战，甲迄区的立委候选人马志伟做伙翕相参拜甲拜票。马志伟嘛是党员，不过因为甲党派团体有密切的交流，迄当阵无得到党中央的提名，改以无党籍登记。不过马志伟即嘛因为涉嫌接受中国的资金来参选，去予检调传唤，最高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即马大选就剩8天尔，是特别引起关注。该名候选人涉嫌反渗透法第4条，受渗透来源的资助指示那从事这个竞选行为，那在讯后认为他犯罪嫌疑重大，有羁押的一个事由。根据了解，中国是透过虚拟货币泰达币转销的方式，资金援助马志伟100多万。民众党桃园市党部的主委黄成俊嘛去予约谈，不过伊强调讲伊是证人的身份，已经向检调说明，讲去年伊陪马志伟去中国参加湄洲马祖示警的活动的过程。另外，各地检调持续侦办非法收买正副总统连署书的案件。台北市汽轮车工会理事长邓文良等人涉嫌在郭台铭连署参选的期间，以每一份200或者是500块收购连署书。测试去予台北地检署第2届搜查甲约谈，也若金门地检署查到一个经营饭店姓林的查甫人，伊交代饭店内底一个姓林甲一个姓周的查某员工，以每一份100块收集差不多156份身份证的影印本，来做郭台铭的连署书。最近这几天侦结。3个人妨以涉嫌犯选罢法、交付贿赂罪起诉。根据最高检察署的统计，全国检察机关侦办涉及选举不法的案件，目前拢总受理2938件，已经起诉的有72案，56个人。记者综合报道。选战来到最后阶段，各阵营的候选人拢吹进帮。国民党侯友宜在技术限民进党籍的里长做伙比赛，有去背调下卡的意思。另外，凯旋院的政绩，侯友宜办公室也公布青年主体补贴方案，初步开放申请。那民进党赖清德是去到高雄拜访非营利幼稚园，强调有囝津贴等等的政策，也宣布未来希望工程。另外，民众党郭文德继续用车队拜票，也强调伫咧美国和中国之间掠到平衡，这是重点。非常感谢哈！含泸州当地民进党籍的里长做伙比赛来翕相，万人的条仔的意思是真高。国民党的侯友宜早起登来新北全力催票，对新北挂暗公案引起废死的讨论。民进党的赖清德讲是中国介选，侯友宜大声骂：你是毋是伫毕业者，佮加什么家属的伤口上再度撒盐巴？你来讲？真正无花无学使呢。另外，侯友宜因某名下的出租宿舍凯旋院的争议，校办公布凯旋院青年租金的补贴方案，18岁到40岁是低收、中低收入户，也是家庭的年所得总压伫133万以下，符合其中一个条件，1月7日就当申请补贴。陪囡仔做伙写毛笔字，佮做伙算球、强架、弹球的游戏。民进党赖清德到高雄的非营利幼稚园，重点放伫政绩、中心育儿津贴等等政策，更就是未来要杀的希望工程。年收入70万以下的家庭，有一个孩子念私立大学，加总起来，这个孩子每年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55000块钱。赖清德早起先去屏东成立乐队客家后援会，收客家的选票，嘛批评侯友宜先摕到民进党的广告，甚至是出手施压电视台袂当放送，是伤害言论自由的行为，爱侯友宜讲好清楚。民众党的郭文特是继续转台的车队扫街，对赖清德质疑讲，郭文特批评侯友宜是中国支持的人，是鼓笑比无买。郭文特认为讲，美中台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难题，想要做甲美中拢介意台湾是咧孝顺。本来就是在中国跟美国之间取得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平衡点。你要做到说什么点，中国、美国都很喜欢你，不切实际的期望。黄金州锁定中台湾来扫街，郭文特讲，台中是传统的摇摆州，嘛是
脑力急症转换上侪摆的所在，若伫中台湾赢，大概台湾都会当赢。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候选人伫咧拼以外，这副手也伫咧拼基层。国民党的赵少康提出医护证件，讲这病院就要增加病床，护理师逐个月的这个补助就要加一班，轮班比例要立法。也若讲到这民众党的吴欣盈是到台南拜票，许多选民就要放弃压力，才会当保掉台湾。另外，这个民进党的萧美琴是去到桃园徛台造势，和支持者盘暖。唱生日快乐歌，替党籍立委候选人黄世杰庆祝生日。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到桃园杨梅造势，因为最近天气真冷，萧美琴阁特别炸特制脆餡发送给到店的支持者，爱大家注意穿好烧。这个礼物只有是萧美琴专属做给大家的，叫做选对的人走对的路的小口罩哈。那我们发给今天大家，那请大家注意保暖。萧美琴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府选行程全满，继续到桃园其他选区替立委邮票、告票。另国民党赵少康是提出医护证件，病院的急性病床、特殊病床护理师每个月增加津贴1万，健保点单以1.1块做目标，而且研究3班护病比入法，加强住院整合照顾计划，扩大智慧护理，加强政府投资健康。其他地方工作的，比如诊所啦、护理师啊等等，我们也希望逐步能够让他们待遇能够提高，但是优先的这个最紧急的就是我们刚提的这11万8千人。沿路向民众致意，民众党吴欣盈到赖清德本命区的台南车队邮票参拜公庙，也有支持者送预算啊。吴欣盈也热情甲支持者打手。民众党在这个状况下，请大家要出来投神圣的一票。我们不玩弃保的游戏，每个人的一票可以改变台湾未来的命运。我们要未来下一代，未来美好台湾，一定要弃蓝绿保台湾。那吴欣盈过来走台南，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铁也伫初8甲初9连续2天要去台南车队邮票，也要伫南台湾继续抢票。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医护人员不时徛出来争取家己的劳动权益，要求加薪水，或者是调整和病人的这个比例。事实上，加薪高工时的问题呢，是真侪台湾劳工的困境。三组总统候选人有提出加薪水、增加休款日，甚至是改善学用落差等等的政见，要来争取选民的支持。保障劳工权益的上架工资法，伫咧去年12月总算三读通过。这些劳工团体拢希望未来会当改善弱势劳工的生活。加薪的问题一直拢是社会大众非常关心的代志。三组总统候选人也捌伫政见发表会提出解决的方案。侯友宜是提出守护劳工7成的政见，希望对加薪、增加休假天数等等来改善加薪高工时的困境。第一件，劳工加薪，企业减税。第二件，所有弱势降低赋税；第三件，增加收假天数，尊重劳动尊严再升级；第四件，力保劳保基金永续发展；第五件，兴建劳工仔；第六件，保障非典型劳工权益；第七件，修订3法，劳权加码。现在郭文铁是认为加薪是教育出问题，地书教出来学生无符合社会的需要。伊表示未来选调了后，除了高等教育、技职教育嘛同款重视。在台湾目前是缺工跟低薪并存，理论上缺工就应该会高薪啊，怎么会低薪？这表示说我们学校教出来的学生不符合社会企业上的需要，所以这个有学用落差的问题。我会将重高教轻技职的教育政策改成高教与技职并重，来强化产业衔接，解决学用落差。另外，赖清德是提出提高劳工薪水的政见，伊讲未来选调会根据物价指数，也是经济成长指数来调整劳工的薪水，嘛要鼓励资方提高提拨退休金。必须要提高劳工的薪水，除了发展经济，让产业升级，能够有更多高附加价值的工作以外啊，我也会善用蔡英文总统任内所推动过的劳工基本薪资的这个法案，运用物价指数啊，根据物价指数或是经济成长的指数来调整劳工基本的薪资。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台湾的 GDP 自2000年到2021年成长率有到130%，但是加薪水一直拢是劳工上郁卒的代志，影响到结婚生囝、买厝等等的生活规划。这劳工团体拢要呼吁企业应该爱和劳工分享经济成果，但是要安怎维护促进劳工的权益，未来执政者要是爱好好思考。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公共到退休俸今年有机会搁再调整，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这几年这物价指数起了太紧，推算了后会公布退休俸起偌济，那准有确定就会对今年1月初1开始报到转来。全体民就表示，希望军公教的退休俸会当含劳保年金同款，对着物价去调整，生活品质莫去改变就好啊。一人一杯这手切的饮料，去年有几啊间店已经起价。有名的王来酥嘛公告讲，今年过年的订单一粒要搁起1块。民生物资起价的是唔那量的王来酥，加轻大型，会使讲是拢总起。面对物价一直起，退休军公教的月退金嘛要调整啊。物价指数达到5%以上的时候，我们会让专家委员会呢来做一个安排，来估计，然后也尽快的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这个调薪的幅度。行政院长陈建仁讲，因应最近几年的物价指数起嚟的速度是比较早搁较紧，去年就已经大成编列44亿的预算做准备金。2018年退休军公教月退金是调升3%，2022年调升2%，今年可能会搁调升，搁会算登去到1月初1，调偌济讨论了会公布。委员的这个组成呢，有包含了机关代表的部分，另外呢还有地方政府，还有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部分，共同来组成这个评估小组。军公教退休俸的调整，照规定至少逐4年啊检讨一摆，或者是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到政府5%就要调整。若要调整，专属部、国防部和教育部会做伙做评估小组，考虑包括国家经济和环境3个因素，做出调整方案，才互国庆院、行政院做伙合并公告。劳工那一块，劳保那一块比较单纯，说6%就调6%。我们不是，我们不管是10%、20%，我们都还要再经过委员会审议，所以超过5%还要再送立法院。其实对我们退休军官来说，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对军公教退休俸可能搁调起，全体并表示讲欢喜看待结果，但是嘛强调讲，只希望会当维持退休了后基本生活水平，退休俸会当对物价来调整，莫落倒来就好。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进前爱开真侪钱，而且有遇到一寡问题。除了在这桃园市技术职业工会正在进行中型技术罢工投票，也那这代替的产业工会也伫咧联署过年要依法休困以外呢，这具体的企业工会伫今仔日也宣布，若无争取到合理的年尾奖金，无排除会伫咧过年罢工。这具体是讲沟通会议有真侪误解，因会继续沟通。调整了后，高铁的运输量一直加悬。高铁企业工会认为，员工的工作量直头增加，测试甲资方的协商会议，搁一个要求应该发予因4个月年尾奖金。未来的利润甲年尾奖金都要联动，不过劳资并无共识，1月初10进入调解程序。工会讲，公司若是无提出符合当前其他的方案，无排除会伫新加来罢工。这很麻烦的事情啊！我觉得这样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权利啊。我觉得你既然有薪水可以赚的话，我觉得还是以服务为优先。罢工应该是就是劳工的一种权利，就是如果他们没有拿到他们应该做的话，那就是我觉得他这样是可以的。1月10号是跟高铁公司有一场调解会，看到时候的调解结果，那如果失败的话，才会开始进行举办罢工投票。高铁公司发出内部的批讲，伫协商会议，总经理的言论互错误引用，因感觉真遗憾。公司当地向董事会积极争取6年来上悬的奖金，因为当日了代替产业工会已经发起申请依法休困的人数，互相替春节所运拢出现变数。迄若空运的部分，桃园市技术职业工会中央分会罢工投票，原本1月初5会开票，不过主管机关认为讲，爱全体会员拢投票，程序才会完毕，所以应该1月2日开票。非常龙会员这个部分，当然，因为如果今天主管机关的态度是倾向于要求全体会员都要投票，包括这个华航、包括星宇等等其他的公司的会员，也需要去配合进行这样的一个投票。相替春节所运有变数，影响新增的车流，有民众可能会家己塞车。高公局公布速度的措施，20年数据预估，路南的车流上高峰伫正月初2，是平常时交通量的1.5倍，上北的高峰是初4。
是平日的1.6倍。车3、车4国道1號甲國道3號上擺方向交流道會有高升載管制，國道5號為車2開始會實施到車5。针對或者比較尖峰的一個北向，大概從下午的1點開始就會呈現擁塞，所以我們從1點到6點，我們會採取高承載的一個管制。高公局預估，因為今年年假較少工，上擺車流會集中喺車3甲車4，尤其是過頭了後，國道5號上擺方向可能會一路塔甲去轉港的飯店過。民眾規劃過年的行程，會當利用大九線替代道路，或者是利用大眾運輸工具。記者綜合報道。去年4月，聯華食品彰化搶導火造成9個人死亡。檢方偵測結束，認定這工廠的消防編組制度等於是有哪無共款。平常時啊，這消防演練也無做甲到。檢方依照職業安全法，過失致死等罪嫌，甲公司抑個廠長等3個人提起公訴。厝頂請烏煙，消防人員一直甲傷者嗌出來。聯華食品彰化寶島廠去年4月2號發生大鼎爐失火，這大火造成9個人死亡，1人重傷，9個人輕傷。專案將法地檢視測試證據，認定3名公司幹部違反職安法，涉嫌犯着過失致死、過失致重傷等罪嫌，提起公訴。聯華公司伊也未收到起訴書，案件進入司法庭書不必回應。目前呢，因為我們尚未還沒有收到起訴書，所以這件事情它現在目前進入司法程序，所以我們不太能多做評論。檢察官調查發現，聯華食品姓鄭科長看到大鼎爐佇咧燒時陣，說是拒絕用滅火器，失去拍火上解火的時機，而且以身為自衛消防編組的組長，竟然記袂起來防火編組名單。姓鄭的代理廠長含寫出來公務部經理，也無落實監督責任，無定期進行消防演練，或者消防編組干那掛名爾，佇事火災時陣全部無應變能力。員工平日未落實消防訓練、應變及演練，致造成多人死傷。檢察官偵查終結後，認被告等人涉犯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刑法過失致死、過失致重傷等罪，提起公訴。就是未依規定進行建築物的公安申報，建築那邊後來也有去開罰30萬塊啊，他均有依規定每半年實施各項編組演練嘛，然後相關的成果也有報我們消防隊這邊備查。彰化縣消防局表示，根據記錄，廠房有照規定半年一屆消防自衛編組演練，而且被測在案，不過無進行建築物公安申報，已經由建設處罰30萬。聯華食品公司表示，幹部並無拒絕使用滅火器，日後的法庭會表達意見。記者綜合報道。講到這體位塑封當作是正型的美容產品，不過台灣就要經過主管機關許可才會當進口的。檢調查出講，一個姓吳的整形醫師涉嫌找2名專工出國款貨回來賣的查甫人，去到日本、南韓等所在買這體位塑入境，而且移民署前松山機場聖殿的分隊長涉嫌暗號這2個人行松山機場的公務通道入境，這4個人總洪玉丹，今仔依照涉嫌輸入禁藥等罪嫌，甲這2個款貨嫌犯成也禁見，而那這聖殿的前分隊長是40萬交付。律師要澄清一下。面對詢問攏無講話，今日地檢署，這個穿烏衫的查甫人，就是涉嫌走私胎盤素注射劑4、5個整形名醫，伊透過2個鬥詐回的人，姓陳甲姓高的查甫人，長期去日本甲韓國這個所在詐回入境。其中也有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前松山機場聖殿的分隊長，涉嫌利用職權暗號，4個人隨時暗時互人約談到案。詢問了後，4、5個醫師加姓陳的查甫人，依照涉犯藥事法輸入禁藥罪，申請羈押禁見。檢察官昨日指揮廉政署執行搜索，並約談4人到案，訊問後將其中2名被告申請羈押禁見。代志發生是因為檢廉接到報案，國境事務隊前聖殿的分隊長為2022年10月開始，幾條遍暗號聖陳甲聖高行上機的公務通道，互因會當走私攏總30盒，差不多1500支的乃爾康胎盤素，也有其他的違禁品入境，交付貨品予4、5個醫師。醫師所開的診所車5透早，鐵門嘛扭來無營業。目前沒有核准，不知道它的品質安全是如何，所以對民眾來講，就是會有風險。涉案的前聖殿分隊長去年3月退休，是毋是有牽涉到收受紅包，還是其他公務員有涉案，也有待查清楚。
移民署声明表示，2022年11月接到检举了后，已经请政府单位调查，也主动移请司法机关侦办。行政违失的部分已经有处罚，后续若是还有刑责，会照规定追究伊的退休金。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全台湾汉药房上届这时阵有到15000间，不过即马汉药房渐渐衰微，真侪传统的汉药房拢转型变商机。高雄市最近出版一本册，记录高雄30间老汉药房的故事，也佮看因安怎创新转型，希望传统的汉药也当照顾现代人健康。行入去汉药房，规排药柜，佮会闻到汉药的清香。英国若是要订补感冒，拢来遮拆药啊。不过，即马少年人毋若对汉药无了解，佮加上药事法的修法，爱通过各界考试，就当开药行，互传统汉药房面临无人传承的困境。即马少年仔较无爱，较无咧用中药，啊，相对的，即阵啊的中药店愈来愈少，一年即马。听讲嘛，剩无介一间。过去全台汉药房上侪有15000间，到搭是剩无8000间。真侪传统汉药房拢转型，亲像高雄这间青草店，在地经营超过50档，为阿公开始卖草药啊，传到第3代查某孙来转型卖各种青草茶。高雄市文化局特别出一本记录高雄30间汉药店的册，希望少年人会当了解，卖互传统汉药房来消息。嘛，这伤养生，拢可能食较袂惯势。嘿，所以一开始为口味调整，跟为介绍青草茶这个文化的认知是，我感觉一开始上困难的。啊，不过开到即马一档啊，反而做侪年轻人拢会来我店里。因去走总26个行政区，采访了30间的老中药房。咱经过因的目睭甲观察，啊，咱看到因遮的老中药房，因是安怎一代传过一代。中药工会表示，目前高雄地区汉药房要1000间，但年有120间，因为头家退休也是倒去就收起来。汉药房面临经营个人化，想要传承落去嘛无简单。记者钟义辉、傅昭勇高雄报道。来看一年，伫咧当地时间初5早起6点外发生2台火车烧龙意外，上无有3个人死亡，28人受伤。这死者成分是列车司机、助理司机，也有火车的乘务员。另外，伫咧美国纽约是发生地铁列车动工停车，造成26个人轻伤。这2站意外原因佫需要调查。一台火车的车厢直接卡伫另外一台车厢顶面，伫当地时间初5早时6点03分，印尼西爪哇省的首府万隆奇卡伦卡车站附近大约500公尺所在发生2台火车烧龙意外，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28人受伤。警方发言人讲，死者的身份是开列车的司机、助理的司机，也有火车的乘务员。2台火车分别有287人，也有191人。警方赶紧来疏散。有乘客讲，火车烧龙了后，真侪人被摔出车外，这现场是真混乱。Mengupayakan ada 2 korban yang masih terjebak di dalam. Ada kita lihat itu tadi ada gerbong yang terguling. Nah di situ masih ada 1 korban lagi dan gerbong yang sebelah timur ini ada 1 korban yang terjepit di antara gerbong. Kami akan mengupayakan untuk 2 metode. Yang pertama, kalau memang gerbongnya bisa kita tarik atau kita angkat. Kalau memang ini dirasakan lama dan sulit, maka akan kami upayakan dengan badan gerbong ini akan kita potong. 印尼国营铁路公司公关部副主管乔尼讲，发生事故列车分别是对泗水开往万隆的火车，也有对帕达拉朗开往奇卡伦卡区间车。虽然也唔知影讲发生事故的原因，正伫调查中。另外，伫美国纽约当地时间初4下晡3点左右，一台载大约300名乘客的地铁列车，弄到一台进前遭到迫害，正伫进行维修的工程的列车。车顶当时有2名工程人员，列车头前也有1位工作人员。烧龙了后，2台列车拢落尾，加在当时车速无紧。这事件总共造成26人轻伤，几100人疏散。有乘客讲，当时的情况讲，这列车雄雄，大力一直海来海去，也有人以为讲是发生攻击的事件，大家拢真惊。I was standing up holding on the train, but I was in a lot of shock. I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next. I saw smoke, and I just got really nervous. Fortunately, nobody was seriously injured. The injuries that were sustained were consistent with a low-speed train derailment, and all of those patients have been removed to area hospitals.
列车烧弄了后，曼哈顿地区的1、2、3号线地铁服务也因此中断，赶紧来抢修。纽约大都会交通管理局讲，会对一切可能因素展开调查，内底包含是毋是开设人为的疏失。不过，即阵研判应该是甲列车设备无关系。讲是新闻深度配编译。中选会伫初三公布选举公报，这内面的证件是真多元，有一寡证件绝对是你料想袂到的，而且伫咧证件发表会的服装打扮搁较用心，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中选会初三公布2024总统立委的选举公报，真侪立委候选人是提出引人注意的证件，而且啥物拢有。亲像台北市第5选区的张华德表示讲要甲拍麻雀拄罪化，佮要成立麻雀体育委员会。上受到网友关注的是台北市第6选区的朱一鸣，伊讲即马是咧做性产业的经纪人，证件有13条，内面佫有火锅袂当染蚵仔，咖喱饭袂当辣。因为我发现大部分的人其实觉得火锅加一头是恶心的。所以我提这个政见就是说，那我们就顺应民意，咖喱饭也是一样道理。台北市第3选区的陈元发是主张台湾变作强国，提出10种的优势，要引进世界各地健康、聪明、佮水的青年男女。另外，中华第1选区的苏君佳是开20万参选，就是为了要向伊介意的女性求婚嘛，写入去证件。说真的，我认识那个女孩子已经认识10几年了，所以我就想说，想要利用这次的机会啊。那证件是真特别，真侪候选人伫证件发表会的时阵，服装嘛特别珍贵，准备道具、手棒全部拢扎起哩台顶。不要打到我的头上了，我不知道。以我许建明呢，我是一个非常贪生怕死的人，我一定要带上超级钢盔。为什么？否则晚上我无法睡觉。一直赚钱，一直赚钱，然后呢，就要把这些钱呢，就要分散给谁？分散给这些我们的政治人物。有你永远唔知影伊要安怎做的屏东县议员蒋月辉，伫证件会唔那是赢钱，演奏小提琴。第2场发表会嘛，装作 Batman， 提出生育补助20万的证件。另外，真侪候选人伫证件会唱歌。我唱歌应该比高嘉瑜好听一点点。记者综合报道。选举就要到啊！这民众会当看这选举公报，了解候选人甲政党的理念，来决定家己要投予什么人。除了纸本的选举公报，中选会也伫网络顶头提供电子版本的选举公报，甚至有台语、客语、华语的基因版本，互民众用听的来了解因的政见。投票时间：中华民国113年1月13日。选举公报唔那通用读的，伫网络顶中选会也通念互你听。袂歹啊，系啊，因为有一个人来感觉听较方便，因就会开，所以可以很多选择啊。老花啦，看袂着迄足细字，这用听的就敢若看电视听广播安尼袂歹。中选会表示，有写音的选举公报服务，伫2004年的第1任总统大选第一摆使用，方便使用者甲所有选举人通充分了解各候选人甲政党的资讯。目前伫中选会的网站有华语、台语、客语3种语言通收听。不过记者互民众实际收听了后，部分民众认为也有一寡改善的空间。我会听不下去，因为我觉得它好慢哦。若是会使调迄个语速。速度安尼可能较方便啦。另外，台湾有16族的原住民族群，根据移民署的统计，到去年11月底，台湾新住民人口也已经超过59万人。有民众建议，通增加更较侪语言选择，因应台湾多元族群。英语也是印尼话啊、马来西亚话啊、安尼菲律宾话嘛，安尼嘛袂歹。大众选择啦，大家都有选择的那个，那当然是比较好。中选会表示，目前有来自15个国家的人规划到咱国家，因为语言真侪种，若要翻译做各国各原住民族的语言，牵涉人力、经费、时间这寡问题，是无上有困难。中选会表示，所以公办政见发表会，也是一款通互民众去了解候选人政见理念的方式。政府会为无共方面来维护公平的参政权。记者郭文霞、桂林台北报道。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是全台湾头一间大文系，最近所传出未来将有可能会停止招生，引起真侪老师和学生拢反对。今下晡真理大学搁再开一届校务会议，其中一位校务会议代表就出来批话，讲这大文系唔是要收掉，是学校有打算要和其他学系合作伙。咱学生是指出讲，学校拢无讲明停止招生的原因，要求学校就爱甲规划讲清楚。
我也是认为绝对不要听招。真理大学的学生伫校内发传单，望大家关注台湾文学系恐惊会伫114学年停止招生这件代志。因为拜五下晡校方搁一届召开校务会议，可能会决定台文系的未来。其中一位校务会议代表王永昌是出面陪会表示，台文系唔是要收掉，是学校有打算要整合资源和其他的系合并。这唔是要讲停办，是要甲资源整合，做上好的发挥个再使用，然后会当提供更好的教育品质。这是阮即马大方向。伫即个教会的即个决策中间，阮校应该是往即个方向来发展。另外，有学生伫网络发起联署，反对台文系停止招生。学生认为，学校虽然有伫咧去年11月2日捌针对停招的代志开过说明会，拍算台文系以后要含人文与资讯学系合并，但是拢无对外讲清楚。伊嘛指出，未来若准台文系消失，这对台湾文化本土意识的传承是真大伤害。台文系若是教台语啊。当然嘛是本土语言本土文化这款的物件这款的物件就是咱台湾的根这是最重要的代志若是讲这个台湾系愈来愈少，其实对台湾是真大的伤害。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自1997年成立，是全台湾第一间的台文系。当初创系的理想，就是要传承台湾文学，建立台湾文学的主体性。学生望校方会当负起责任，甲未来决定向师生甲社会大众讲好清楚。记者卢尚如、林孝凯新北报道。家己布地出产菜脯，这生产量占全国的85%。家己沿海也进前侪加工要用的这个菜头，也因为正规区用机器采收进前呢，先把这菜头脏切掉。即马田里的菜头拢已经去放斩头啊。田内底的菜头、地头的部分拢互人切掉，看过去拢是一种状况。农民讲，这个菜头拢是要摕来加工做菜脯用的。即马当咧收成，头切条机器较好采收，所以才有即款菜头拢互剁头的状况。规档安尼起来对嘛？顶起安尼啦。蛮震撼的，因为从来没有看过就是断头的萝卜这么一大片这样。很特别啊，就第一次看到菜头是这样采收的。家己县布袋镇是台湾生产菜脯上侪所在，拄收回来菜头爱洗过，甲歹的所在卸掉。剁好水加盐来做菜脯，业者讲，旧年过年前后是正收菜头的时间，所以加工厂嘛对咧足无闲，赶咧生产。盐了就是咱要做几道，盐度要做几道了后，盐放好，出来甜了来了，它盐就会自动脱水，脱水完以后我们再用石头加压。业者表示，布袋土壤盐分较悬，冬天有东北季风，正适合拍菜脯。以前沿海种菜头的面积上侪有500多公顷，即马只剩70公顷左右，所以即马红切头的菜头甲较早比起来已经无算侪啊。不过，不管种的面积偌大，这款画面也是这段时间伫家己县布袋才看会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生化是南部地区主要种草唔的产地，本地是要采收啊，不过今年温度较悬，寒天变寒时间也较晚，致使今年平均产量是减少3成。本地要开放予民众来买，即马时间搁爱延后。农民表示讲，产量就爱等到旧历过年前后才会恢复正常。开大片的草莓园，原本个粒应该爱大粒个粉红，不过大部分的草莓刷拢细细粒啊，也未完全熟。最后因为今年气温悬，寒天变冷的时间嘛较晚，佮加上有病虫害，致使本地平常时有开放民众来体验采购的活动，拢撑着时间。个人讲目前产量无够红来办，有业者变成开放假期，但损失较严重的，甚至对警告单敢若开放1-2摆尔。叫阮说讲要办啦，打电话给头家，头家讲今年产量足歹啊，所以讲阮都还无去安尼啦。产量较少安尼啦，所以采量就较少安尼啦。伊嘛看好天的时候，伊会达到看会阁成长起来安尼的。因为咱的产量较减少，所以目前咱开放游客来观光采购是大部分拢伫个假日。
台南种草莓面积有5公顷，其中生化占2.6公顷，是南台湾主要种草莓产地。根据了解，草莓上适合伫咧18到22度生长，不过今年气候多变化，平均产量上无减少3成。其中第7个加影响介严重，有各农无奈表示，这10几冬来从来毋捌遮凄惨，将近一半拢损害去。今年产量可能收无3成，大概已经减7成，差不多收无3，因为咱后壁个补栽，像即马这是。进前4个嘛，后壁去补栽，即摆较大汉的尔。啊，这另外这无补栽，已经大到遮水啊，较大无。产量当时会当恢复正常的，各农讲草莓生长期爱45天，估计伫咧旧历过年前后才会豆豆恢复。若要体验慢草莓的趣味，因建议会当先打电话去问看卖。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中华葡萄的产量是占全国的一半。葡萄有分热天甲寒天收成，这寒天采收的葡萄叫做倒头仔。不过农民表示讲，今年葡萄吹价时阵碰到2摆风台，这风台雨带病菌影响调果，今年产量有较减，不过无影响到甜度，平均拢有伫咧20度。今日葡萄园一拍一拍的葡萄伫树顶，但是拍开落架，内底葡萄却着困烂去。农民表示，这是因为8月吹价了后，拄着2摆风台，风台雨带病菌，初期看袂出来，收成发现的时阵已经上万了。这种病就是顽腐病哦，等下爱到迄个咱收成的时阵，伊迄甜度拢完全拢有起来的时阵，伊才会发病啊，到遐就拢成万啊，就拢就即马这个情形拢烂了的。这个情形差有损失差有5成以上有啦。农民表示，葡萄拢是分区吹价，倒头仔若伫7、8月吹价较好退酸，吃起来气味好，但是开拄着风台大雨，着病烂去的风险就悬。若9月后慢吹价的拍头加真水。你若较慢做的人，当然就会较舒适，伊的果会较水。啊，可是你若慢做的人，你若冷风落来，伊退酸方面就会较慢。这样目前呢，伫市面伫销售的是咱这个冬果，伊较果粒较细，色泽较深，但是伊较有伊的香味。中华关葡萄栽培面积大约1200公顷，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农民表示，今年倒头葡萄因为顽腐病，整体产量减5-6成，计数甲去年差不多，一袋斤大约100至150。虽然拍头细，但是甜度甜倒好。农民望消费者多支持，卖互因了工个了本。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高雄是台湾唯一有陆海空3军贯村历史的城市，其中左营贯村面积上大。为了要保留这贯村文化，文化部甲高雄市政府要投入9亿经费，由中央补助55%。文化部长苏德表示，望这届修复这左营贯村，唔是分阶段，是一摆就完成。家己去左营贯村红砖的围墙甲边界老厝保留甲真好。左营贯村保留二战过后军官的历史，市府一直咧杀贯村的活化，不过也是有真侪所在破旧旧旧，在地居民希望会当兴建公共设施。希望没有办法修缮的河群新村，它变成我们高雄市第一个银发族的安养乐活村，因为旁边就是海军医院。它可以做医疗结合，建一寡这新的停车场的话，互每一个来到这的这个游客，互车停落来了，伫内面，慢慢用散步的方式。高雄市有全国上大规模的贯村，左营、红山甲公山拢有。不过贯村的老厝有70几档历史，年久无修补的歹去。文化部总算伫去年8月核定9亿。由中央补助55%，文化部部长表示，望这摆左营贯村修复会当一摆完成。总共的这一次投入的经费规模达到9亿，中央补助55%，没有错吧？好，那这个是有史以来相对于刚刚所讲的1.5亿，事实上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经费的资源。贯村文化发展协会表示，左营贯村有900多户的厝，面积有59公顷。市府伫106年修复这710间的厝，文化部甲市府投入9亿的资金，嘛望透过文化途径的招商，互贯村会当全区活化再生。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法国的物件起价有超市规期无爱卖，才起价四收啊。其中家乐福就决定对初四开始，无要卖介绍一直起的这个必须可乐，甚至共公司的马铃薯饼共款无爱卖。法国零售龙头家乐福的货架顶悬，各种商品啥物拢有，但伫百事可乐起水的栏位头前，会当看到写讲，因为介绍起，互人无法度接受，阮袂阁销售即个品牌。其他百事真侪人买的商品，包括七喜柠檬汽水、立顿茶、含乐事、马铃薯片等等，嘛拢搭共款的标签。Ça m'étonne pas du tout. Je crois qu'il va y avoir plein de produits qu'on va laisser de côté parce que ça devient trop cher. Et surtout ça sont des choses qu'on peut éviter. 家乐福讲，经过谈判讲价了后，对美国来百事可乐的进货成本嘛是共款伤悬，因则决定对初四开始停卖这个品牌，包括伫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等等4国的家乐福门市，拢会同步来采取这个行动，都是有9000外间的分店会加入，规模是占全球的2/3。百事可乐是讲，因起价并无影响需求，去年毋那是3摆调升得利的预期，今年搁爱小可调起产品的售价，但消费者安怎想？ Je pense que le Pepsi et le Coca-Cola sont deux produits qui sont similaires et que le prix est effectivement le déterminant. Donc si Pepsi augmente ses prix de façon démesurée par rapport à Coca-Cola, je me tournerai vers Coca-Cola. 消费者嘛发现讲，一寡商品虽然无起价，但是物件煞变较少啊。对这种投机的做法，家乐福对去年开始，规期是直接伫货架顶悬，表示讲是缩水式的通膨商品，提醒消费者的注意。家乐福嘛指控讲，虽然一寡成本含原物料的介绍已经降，但一寡食品的制造商同款是故意甲介绍诱惑悬，来得到较悬的利润。超市为了维持生意，只好提出非常手段，希望来阻挡物价一直起嚟。除了家乐福，德国和比利时的零售商伫过去1年来，嘛同款采取停卖部分商品的这种行动。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在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讲到今仔日各地头是侪云到好天，敢若是东部地区有落寡雨，也若日时气温有小可回升。不过西半部呢，早暗温差有较大，暗时感觉会较凉冷，出门的时阵就要加脱领衫。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吉兰到新竹对14度到22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3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4度。 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1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